嚟先，係啊，前面嗰度啊。好啦，早晨，大家好，我係黃景恒，我係消防救護車咁好啦，開始之前，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先，先將大喺下面嘅紙聽我一算算啊。警員同埋家庭成員資料被肆意喺網上曝光，
資料遭受刑事批評。西方國家政府同政客公開支持修例，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修例風波中嘅暴力活動稱之為馬利福警線。而當2021年1月6日美國對美國發生騷亂之後，佢卻將示威者稱為其他國家有嘅關於國安嘅條例咧，係比我哋更加多。點解其他國家都必須要有國安法啊？點解啊？係啦，正正帶出就係維護國家安全非常之重要啊！好啦，咁我呢個時刻咧，我哋就翻嚟聽啦。好啦，係咪啊？咁一即可以再講緊呢個嘅將所謂嘅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同保護香港法案簽署成法，為參與修例風波嘅反中亂港分子提供庇護。反中亂港分子更通過同外國官員同政客嘅接觸，乞求制裁香港及干預香港事務。美國等西方媒體亦都極力配合反中亂港分子對事件進行選擇性報導，傳播虛假資訊，宣揚歪理邪說，美化暴力犯罪，限制正義聲音，並大肆抹黑攻擊中國政府同特區政府。
美西方網絡巨頭同網絡安全公司仲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網絡武器、網絡動員、網絡指揮等支持。事實充分顯示出，修例風波嘅性質係一場紅色革命。反中亂港分子同埋外部勢力表面上打住反修例嘅幌子，根本目的卻係要奪取香港管治，進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同中國共產黨領導。對修例風波嘅嚴峻挑戰，中國政府沉着冷靜，審時度勢，果斷決策，依法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堅定有力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嘅重大轉折。2019年10月，中國共產黨19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難題嘅決定，其中明確要求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2020年5月28日，13屆全國人大第3次會議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決定。2020年6月30日，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全面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並決定將該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香港特別行政區喺當地公布實施。依據香港國安法，2020年7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7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工作協議，國家層面維護國家安全嘅執法能力，進駐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國安法一法按香港特區執法機關雷霆出擊，香港警方國安處拘捕反中亂港條例人物，一批恐怖分子竄逃海外，相關嘅組織團體紛紛解散同關閉。隨住香港國安法嘅實施，香港社會秩序迅速回歸常態，巴士、地鐵、機場恢復咗正常運作，商業區恢復咗生機同活力，市民可以安心出行，商鋪可以安心營業，孩子可以安心返學。曾經喺黑暴事件中成為漩渦中心嘅香港理工大學校，亦都喺新年第一日升起咗中國國旗，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掌握喺愛國者手中，呢個係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嘅必然要求。習近平主席指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2021年3月11日，13屆全國人大第4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嘅決定。3月30日，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全票通過咗新修訂嘅香港基本法附件1附件2，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立法會嘅產生辦法作出系統修改同完善。5月27日，特區立法會審議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展過程中，同事件平息之後，有啲人竭力製造風波，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仲有啲人刻意淡化呢一事件，試圖讓公眾忘卻呢段慘痛嘅記憶。修例風波嘅真相到底係乜嘢？讓我哋一齊用歷史記錄嘅鏡頭還原事實，尋找答案。修例風波嘅突然係因其起始於香港特區政府對兩條法例嘅修訂。2018年2月，一名香港居民涉嫌喺台灣殺害懷孕女友之後潛逃返香港。由於港台之間冇簽訂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同移交逃犯協定，該男子無法被移交至案發地台灣受審。對此，香港社會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將該男子移交台灣受審，還被害人及其家屬一個公道。本來向其他司法管轄區移交犯罪嫌疑人同埋逃犯係國際上普遍通行嘅做法。喺香港現行法例中，1997年生效嘅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同逃犯條例，亦都為香港同其他國家同地區相關合作提供咗法律基礎。截至2019年2月，香港已經同美國、英國在內嘅32個司法管轄區簽署咗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同美國、英國在內嘅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咗移交犯罪嫌疑人同逃犯協定。為咗將該男子移交台灣受審，彰顯法治同公義，同時完善司法制度，堵塞法律漏洞，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修訂上述兩條法例，允許香港同上面簽署移交逃犯同埋司法協助安排嘅其他國家與地區，包括中國內地、澳門同台灣地區，通過特別安排方式開展移交犯罪嫌疑人同逃犯合作。喺公眾諮詢立法會審議中，支持修例嘅意見佔據多數，但係香港有一啲人對此感到心虛。佢哋認為有關修例允許香港向內地移交犯罪嫌疑人同逃犯，將對其喺香港所進行嘅活動不利，於是竭力製造同散播各種謠言，歪曲抹黑修例法案係送中惡法，令香港市民感到恐懼，害怕隨時會被作為犯罪嫌疑人同逃犯捉去內地。不斷煽動香港社會產生對修例嘅恐慌抵制，同埋對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嘅仇視抗爭，最終釀成一場規模巨大嘅社會動亂。2019年6月9日，反對派組織發起反修例大遊行，警方統計參與人數為24萬。6月12日，修例法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當日，反對派組織發起包圍立法會行動，幾千名示威者多次衝擊警方防線，並堵塞道路、投擲燃燒物。6月15日，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暫緩實行。6月16日，反對派組織再度發起大遊行，警方評估最高峰時有33.8萬人參加。喺呢次遊行中，示威者提出包括林鄭下台同埋撤回修例等5項要求，呢啲要求成為貫穿整個修例風波嘅元素。2019年7月1日係香港回歸祖國22週年嘅喜慶日子，而大批示威者卻選擇喺呢一日暴力衝擊並佔領立法會大樓，肆意損壞樓內設施，塗污香港特區區徽，撕毀香港基本法。7月21日，一批示威者包圍衝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大樓，並污損國徽。8月3日，數名示威者喺九龍尖沙咀海港城門前扯下懸掛喺旗杆上面嘅國旗，然後掟入海中。8月5日，反對派組織發起全國罷工、罷市、罷課300。8
有示威者將國旗掟入海中。8月12日，大批示威者喺香港國際機場非法聚集，機場運作嚴重受阻。8月13日，佔領機場運動走向暴力化，一批示威者先係非法禁錮一名深圳遊客，用激光筆照射其眼睛並虐打，令佢昏迷。9月，示威暴徒開始使用更具殺傷力嘅武器同工具，喺全港製造黑色。9月28日至30日，示威暴徒將攻擊目標指向愛國愛港人士同埋駐港中資機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遭大示威關人，中資企業嘅多個營業網點被打砸破壞，香港多處出現國慶標語被拆毀，國旗被踐踏。原定於9月29日舉行嘅香港各界慶祝國慶大晚會被迫取消。朝早8點，香港國際會展中心門前舉行咗國慶升旗儀式。當日，特區政府同愛國愛港社團舉辦各種活動，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然而，中午開始，暴力活動喺全港範圍蔓延，示威暴徒大肆縱火，虐打市民。破壞公共設施、襲擊警員，向地鐵站內投擲汽油彈，癱瘓社會運作。10月4日下午，特區政府宣布實施禁止舞龍規例。傍晚，大批示威暴徒以巨大角色面具進行反抗。當日深夜，不間斷服務香港社會40年嘅港鐵，因遭到毀滅性破壞，首次全線停運。11月2日，示威暴徒對位於香港島灣仔嘅新華社亞太總分社大樓發起衝擊，砸毀大門同低樓層玻璃，向大堂內投擲汽油彈同油漆樽。11月11日，示威暴徒藉口香港科技大學男生墜樓事件，發起新一輪3罷行動。一次次嘅暴力活動中，示威暴徒對譴責、批評，甚至只係唔認同佢哋行徑嘅市民，動輒惡語相向，重則拳腳相向，暴力圍毆。11月11日，一名市民因為當面譴責暴力行徑，被示威暴徒潑灑易燃液體後點火，嚴重燒傷。其後，一名7層清潔工人被示威暴徒以磚頭擊中頭部。於次日不治身亡。與此同時，大批示威暴徒盤踞喺香港理工大學等高校活動，施設崗哨、查驗進出，阻塞隧道、焚燒天橋，盜取物資製造武器，同警方展開激烈對抗。12年後，喺香港警方嘅堅決執法之下，大規模暴力活動逐漸減少，但示威暴徒挑釁極處、破壞公共設施嘅活動仍不時發生。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動亂嘅搞手又竭力煽動香港市民對內地嘅排斥對立情緒，鼓動醫護人員發起罷工，施壓特區政府全面封關，切斷同內地聯繫，嚴重干擾破壞特區防疫工作。2019年6月初至2020年1月初，香港共發生超過1200場示威、遊行同公眾集會，其中唔少都演變成嚴重暴力違法事件。
未睇到呢度啊！修例風波俾香港造成嘅創傷係巨大嘅、深遠嘅。運動搞手同黑衣暴徒嘅累累罪行，使香港遭受全方位嘅破壞同打擊。修例風波期間，犯罪率激增，示威暴徒大肆打砸搶燒，破壞港鐵、巴士、隧道、機場等公共設施，破壞襲警，威脅法官，香港社會失去免於恐懼嘅自由。有內地背景嘅香港居民，亦都成為被攻擊嘅對象。一位喺美資公司工作、講普通話嘅香港居民，因為講出咗一個常識，被暴徒當街毆打。據警方統計，2019年香港全年整體罪案總數上升9.2%，香港連續12年整體罪案總數連續下降嘅態勢被打斷。有數據顯示，持續發生嘅暴力活動造成490幾架專營巴士損毀，上千間店鋪被毀，85個港鐵站、63個輕鐵站遭到嚴重破壞。曾經被譽為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嘅香港，淪為國力之都，曾經讓香港人引以為傲嘅法治精神蕩然無存。黑暴、攬炒使訪港旅客出現斷崖式下跌，酒店、餐飲、零售業等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全線凋零，大批店鋪食肆被迫停業結業，經濟損失200億元。2019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居民總收入比下降3.3%。持續嘅社會動盪，嚴重打擊投資者對香港嘅信心，嚴重惡化香港營商環境。2019年下半年，40幾個國家同地區